網絡安全同行計劃之網安西遊記第2回虛幻電郵。今日嘅電郵真係多啊！睇下啲咩先？銀行寄嚟嘅電郵，電郵寫住緊急通知，你的網上銀行賬戶出現登入異常，立即聯絡銀行。哎呀，點算啊？咦，啲字咁多，密密麻麻咁嘅，唔睇啦，反正都要揾職員噶啦，直接打電話好過。你好，呢度係銀行安全部門，我哋發現到你網上銀行賬戶有異常登入嘅記錄，為咗保障你嘅賬戶安全，不如先核對一下個人資料啊。請問你嘅英文全名係？我嘅英文全名係Nhonjai Nhonjai。請再提供你嘅銀行戶口號碼，方便我哋核實身份。哦，戶口號碼係123456789。好嘅，資料核對正確。先生，而家請你打開手機 App， 系統會發送一組一次性嘅密碼 OTP One Time Password 去你嘅手機，請你將呢個驗證碼話俾我聽，我哋就可以立即幫你停止異常登入噶啦。哦，收到啦。驗證碼係……等，點解銀行職員會問我攞一次性密碼嘅？悟空仔，密碼乃絕對私隱，萬萬不可以同人哋講。銀行職員一定唔會要求你俾一次性密碼或者驗證碼。收到未啊？先生，你咪仲聽緊㗎？你快啲將個驗證碼交俾我啦！如果唔係，你嘅資金會被凍結㗎啦！你係騙徒！等我仔細啲睇翻清楚封電郵先。啊！原來寄件嘅網址竟然有一個好細微嘅拼寫錯誤，中間係差咗一個英文字母㗎。呢一個係假嘅網站，唔係銀行官網。好險啊！差啲咋，我就將個驗證碼交咗俾騙徒啦。都係我衰，我自己太心急啦，連寄件者地址同埋網址都未睇清楚，就急住打電話啦。悟空仔，記住啦，網絡釣魚最可怕嘅地方就係佢睇落好似真嘅，格式圖像完美複製真正官網，所以睇到緊急通知嘅時候，千祈唔好心急，先睇清楚網址同寄件者電郵地址，千祈唔好點擊電郵內嘅連結或打電郵裏面嘅電話，應該自己揾翻官方網站或打官方客服專線，甚至去銀行分行進行核實。仲有要小心，無論對方聽起嚟幾咁專業，只要有人同你攞密碼、驗證碼或者一次性密碼，就一定要提高警覺。真正嘅銀行職員或者任何機構係絕對唔會要求你透露呢啲資料㗎。收到未啊？我明白啦，騙徒就係睇準我哋怕麻煩同埋心急緊張嘅心理，只要我哋遇到事情嘅時候唔好慌張，亦都唔好慢信，要睇清楚先，再核實，咁就安全同安心啦。支持合作夥伴：集光創建科技文化有限公司、真傳製作有限公司、香港創意開放科技協會。聲音演繹 Kirsten Lee 聲演悟空， Danny Ho 聲演三藏， Maria Fong 聲演八戒， Richard Tong 聲演沙僧，對白配音 Jace Fong。合辦機構：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、香港互聯網協會、專業資訊保安協會、香港失明人協進會、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、香港復康會。